他的长毛狼的学了，他的家那呢切呗，都有经验那样的，他的人不能卡萨卡的开始，他们现在的年轻人不都是这个多，他这的在呢，他的一套了呀，长毛现在的俺这些要嘛的，做继续的，你那么工作了呀，说的，你让给拍个上班，所以说你东岸面对现在。那个开车去深圳，他们就讲东岸没定个下大营巴嘞。现在印度在呢，你这的一搭是东岸他的把差的牛都西亚上不结巴伊呢，你让新给让人面对为这看呢，他们这你玩西推啊，现在用过嘞。你地到了，那那样的一切都，像啊，对啊，相对的，出现汤东家不送啥家那种嘛啥做的，定个嘛。撒家了呀，那样全部兄弟搞了呀，就算汤东家不赔你，空给送那了朝没那么的在呢，你带了带呢，那样他们就把个他去，你他们把个电信基本的兄弟们，那样的人特别是那个没那么你咋全部当，起了全部的人把的，那样的真的第一个嘛，龙子东个人。上面地方人都会说那也不是，但天眼了蛮多空了呀，他是喜欢那些人做，还对人呢，老那么工作的，大家的开心不松散，你讲不出什么阶级，蛮多个人，三节学堂、四节学堂了，长久班的，当年教书去，大个竞赛级别上那么去，找老平去，三节都不学，三节学堂、四节学堂了，长久班的，当年教书去，大个竞赛级别上那么去，找老平去，三节都不学。三节学堂、四节学堂了，长久班的，当年教书去，大个竞赛级别上那么去，找老平去，三节都不学，什么讲他们去，台湾剧团那么去。东莞的剧团查了去，东莞那边台湾的民查了去，你人查到的查，当年了那边就是去，老马一等三节上什么说，咱们那些人开不土地去，老马专门拉着科技去，周围那段给来送都说，来到卢布干来去吧，有当到那到中部才是深圳一米单位那种个，几点看是中央嘛就是去，其他下面这边设置性。该几咱们了，历史查起被说着那几东西新吧，几天看是中央满就是其他信息看上去吧的那几民众特别查起去，年纪把的大白人说，旅行跟了那边嘛就是那边给的当然解决的，路不有着什么叫出去的，现在这些那了说吧，旅行跟了差嘛就是历史的话嘛旅查起呗。就是储备东西新吧，马旅行是当都担保的，自然那边地基担保是，那么工作什么就突击的。看着学生上面难度的，连着路啊没被单独的，没让其他大把就是去。